头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运动部今仔日正式挂牌设立，头一任的部长就是今年30岁有摕到2届的奥运羽毛球金牌的李荣。也那今仔日这总统赖清德也有行政院长戴英泰拢有出席，来看咱台记者卢尚如、曾准佑伫现场掌握的上新的状况。 新主播，今仔日9月初9是国民体育日，嘛是咱的运动部要正式挂牌的日子哦。咱的头一任部长是由咱的羽毛球奥运冠军李荣来出任。昨总统赖清德嘛表示讲，为着要用运动来壮大台湾，所以政府有5大方向。头一项伫咧经费的部分，除了对2016年80亿增加到2024年178亿，另外咱明年度中央政府编的预算也达到248亿，另外嘛来扩建国训中心，也更有建立后勤支援团队，另外嘛来推动全面运动等等哦。那么来听咱的头一任运动部长李荣安怎讲？让运动真正融入每一位国民的日常。第二，整合竞技运动结构与制度。我们将推动运动部与国训中心及各单项协会的紧密合作，打造更有系统、更透明的运动环境。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终身都有一项运动，能够强健自己的体魄，让国人健康，让国家更强，也让世界拥抱台湾。 运动部未来会设伫咧行政院，然后下底会设一个全面运动署，也有3个中心哦。未来会当来推动各项的运动政策。也那咱的部长李荣是表示，希望讲未来会当来促进运动员的权益保障，另外嘛来推动产业发展，也有希望讲未来台湾运动会当伫咧国际上发挥愈来愈强的影响力。也那咱的行政院长戴英泰是表示会全力来支持。伊讲哦，虽然讲万事起头难，也毋过咱无像摕到2届。 奥运金牌真系困难咯，伊嘛期待讲未来伫咧李荣部长的带领之下，互台湾的运动会当走向新的时代。以上是记者卢尚如、曾准佑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，再来咱甲镜头交互主播。